选调，你着学了摇花，摇花的萝卜啊，你着学了摇花的名，原摇花的名受学了。对即时直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摇花的名是应该学了的。现在，请咱准备好恁的心，咱要做三角人祈祷。A cry in the night, and a child is born. A child in the stable, nascent, hallelujah. A cry in the night, and God has made all homelessness His home. A cry in the 全能 night, 阿爸父上帝， and a child 我很感谢你， is born. 恳求你甲阮做伙来进入你的圣殿， in the stable, 让你的神我了阮今仔日的礼拜， hallelujah. 台湾正人无论伫任何的所在，对你供读甲宣扬你的话语，拢会通回应伫你。恳求主你也救阮脱离迄个罪恶，也脱离遐个顺趁人，较过头顺趁你的这个罪过。恳求主你常常做我的光，以及这个安慰者。那美国总统的选举，还阁是无明朗化，选票计算出现真大只的争论，阁出现出真侪只的阴谋论。是讲高等法院因超过伊领处理，从一个并无影响到川普总统因律师团队的这个上诉。检在将来，川普总统会去动用到这个政治法的介入，嘛无得确。但不管是这个川普总统因团队所掌握的这个电脑伺服器这个机密的资料，也是因为这个操作的因素，这拢是需要阿爸父上帝用着公义的手来介入。因为阮实在是真无爱愿意看到美国这些年来辛辛苦苦所建立这个民主制度，互遐个极端分子，也是有心的人来吞踏。阮所爱的是真理公平，阮所爱的是真相。那今日阮阁一摆透过 YouTube， 落落的礼拜，要来敬拜乌罗利，恳求主你的怜悯。今仔日所有参与网络礼拜乡亲兄弟，做伙用着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的名通得着荣光。我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上帝赐予的管道。但虽讲美国本土的这个肺炎的病毒疫情，也阁是非常的严重，但传讲病毒的这个疫苗已经要开始来注射，总是伫全美国还未完成这个注射以前，伫这段期间内，也阁是真有可能来爆发出病毒疫情这个高峰也不得确。恳求你继续保护着阮大家身躯的健康，互阮全心来挖靠主你的保护，继续做好个人的这个防疫的责任。现在恳求主你来先去萝卜的嘴，诚实的来感谢每一个人心思意念，互阮有一个浪漫的日子，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
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章18到23节。18节，耶稣基督的出世记伫下底，伊的老母玛利亚已经做约瑟定着，也未娶过门，就对圣神有信任。伊的丈夫约瑟是义的人，毋爱显然办伊，按算要暗钱废亲。在想的时，有主的天使伫伊的面梦中出现，讲：代笔的予的约瑟啊，无得惊，就带你的某玛利亚过门，因为伊所怀孕的是对圣神。伊要生囝，你就叫伊的名做耶稣，因为伊要救伊的百姓脱出因的罪恶。这个事拢正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讲：你看，在小女要身孕生囝，人要叫伊的名做以马内利，翻译就是上帝甲咱提携。这是上帝的话。读这本册，甲听遐的预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真有福气，因为日期近了。阿门。这个要学了，现在，Holy Holy Holy， Kadosh Kadosh Kadosh。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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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上帝，伊是主。应在下，是上帝，伊是主，应在下，早在今在现在阿爸天父，早在。在阿爸天父 ，Holy Holy Holy。Is the Lord God hosts, is the Lord God hosts, who was and who is and who is to come. And who is to come. Kadosh, Kadosh, Kadosh,
Adonai Elohim Tzevaot Asher Hayeh Ve'Hoveh Ve'Yavot Asher Hayeh Ve'Hoveh Ve'Yavot生在，现在，现在，现在，Kadosh吉祥的一起主应在北，一个龙嘎头Adonai Elohim Tzevaot 在今在现在阿巴提贝无我神无语神无语 to come Asher Hayeh Ve'Hoveh Ve'Yavot现在，现在，Kadosh, Kadosh. 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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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乡的一起住。应在北，西乡的一起住，应在北，在今在现在阿巴提贝，在。阿巴提贝，is the Lord God hosts. Is the Lord God hosts. Who was and who is and who is.
亲爱乡亲、时大兄弟姊妹，大家好，大家平安。今年的11月29，对顶礼拜主日开始，咱就进入这个大降节的期，就是 Advent。要提醒咱基督徒，应该就要备满心来迎接救主耶稣的降临。那么透过反省家己的言行举止来思考基督降生的这个目的，求主定心诞生伫咱的这个心中，互咱的灵命会当得到更新。伫这个1933年，有一个真出名的小说家叫做希尔顿，伊出版一本册，伊的册名叫做失去的这个地平线，失去了地平线吼。伫描写伫印度的北部甲西藏的南部交界，有一个世外桃源，名叫做香格里拉。这本册出版了后，就吸引真侪人想要去追找这个世外桃源。后来就根据这本册来甲拍做电影，影片的名叫做《失去的这个地平线》。那么
拍电影的过程非常的辛苦，因为这个地位上的天堂香格里拉是在伫这个喜马拉雅山的山谷内面，所以有一群人带着5万甲机胎，扛着这个点样的器材，搬山过岭，叫佢真侪这个艰苦，佮行真侪日子的这个路。当因踅到一个山坪的时阵，因所期待是看到一个青翠的草坡的这个山谷，以及一群勇敢快乐的这个庄稼人。忽然间，大家心拢沉落来，拢安静落来，因为因所看到的遍地拢是大穗、野草甲落枯石，听听，那就是拍远真久咯。佮几个三比八穿破衫的囡仔，手摕着这个野花来欢迎因，带因去村长的厝。那么村长的厝是一间茶器的厝，那亲像一间仓库。村长真得意来展示伊的2项宝贝，一台袂当使用的这个电话机，以及一台噪音袂当大的这个钢琴。大家拢真失望。毋过呢，因大家注意到，这人真快乐，因按着山来大声来唱歌，因欢喜提出因所有的佫真简单的食物来请人客，因佫学了村长的这个电话机甲piano咯的时阵，有真单纯甲快乐这个笑面，所以香格里拉规庄的人拢无看到因的忧愁的面。无看到因受气的面，只有是欢喜快乐这个笑容。所以这群文明人的想法拢总受改变了。因这个时代体会到讲，这个香格里拉毋是一个所在，也毋是一个地方名，毋是物质上的这个富裕。香格里拉是种的心境存在伫人的心内。圣经讲，上帝是以马内利的神，意思就是伊要甲人伫地这个上帝。上帝伫人类这个历史顶悬借着无共款的形式，来表明伊要甲人同在这个生命。这个爱莲龙是上帝甲人同在这个乐园的这个时代。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了后，上帝对人类问的一句话讲：“你伫倒落啊？”这句话就是表明天父上帝疼甲伊的怜悯，也表达出上帝的这个痛苦。因人失去了上帝的同在，毋但是人艰苦，上帝比人更加艰苦。因为圣经的上帝是无法度来永远，爱莲龙内面有这个拉萨的罪恶，亚当夏娃就爱离开这个爱莲龙，所以因和上帝赶出这个爱莲龙，这个是人类上痛苦的，因为失去了上帝同在。伫早期的旧约时代，上帝对待伊这个百姓，都亲像老爸伫对待囡仔同款，温温来引带因来教示因，就爱来听探老爸老母的话。其实上帝甲人的中间，也阁是有一定这个隔膜，人毋敢期待甲上帝同在，而照过去的经验，人若是看到上帝面，一定都爱死。上帝同在就是代表神圣、威严，也代表着惊吓甲闪避。上帝知影人的软弱，所以要传达伊的心意的时，就要透过先知或者是祭司做中间者。那么用现代的譬如来讲，咱要调见一个出名的人，譬如讲英国女王。还是讲川普总统也好吼，咱就要经过一层，搁再一层有关系的人的安排甲推荐。见面的时间嘛真有限呢。重要话讲出来，你都要离开哦。你甲这出名的人讲话，绝对毋是甲你厝边隔壁，还是讲甲恁兜的人你讲话，拢无共款哦。你无可能会通甲这的名人来泡茶、来卫生、来搭喙口的。你根本无这个机会，
伫古约时代，一个以色列人甲上帝的关系就是安尼生的。因虽讲有看到上帝大权能的作为，总是无法度去体会到上帝的疼。敢若亲像父母徛停停，爱囝儿来尊敬因，所以老爸嘛会哭落来，抱这个细囝来甲伊亲，来甲伊疼惜。上帝对人有满腹的疼，伊真爱人甲人做伙，因毋爱人离开伊远远，所以上帝就决定要搬去甲伊做伙大。大正是伫旷野的这个会幕，后来伫所罗门王所起的这个圣殿。上帝决定要甲以色列百姓做伙来扎营徛起，毋是上帝需要大的所在，是因为以色列百姓需要上帝实在的同在，因才有这个安全感。所以人活伫这个物质的世界，习惯用看会到、摸会到、甲听会到的这个方式来做判断。更较重要就是上帝甲以色列百姓有立约。定出两边应该遵守的这个条件，立约的关系和上帝不过是真遥远，袂通接近的上帝咯，乃是你通信靠、通仰望的这个上帝。迄时，上帝道道对人来显现，若读这个旧约圣经人就知影，上人的前辈，真侪人甲上帝有这个来往的经历，比如讲。上帝甲亚伯拉罕参详代志，上帝嘛捌甲这个对这个撒母耳来讲话，上帝以详细来指示拿阿要安怎来做大船，上帝以互摩西看到盗火这个气味，佮听到上帝的声音，后来上帝甚至甲摩西面对面在讲话，雅各伫半暝甲上帝使者伫守宴等等。那么这记载拢互咱看到，上帝进入这个物质的世界，伫某一个时间来运作，选择某一个人，还是某一张树啊，或者是用云条、火条做伊同在这个证据，互人透过目睭、透过耳孔来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古圣经嘛记载。这个大关联，佮圣经的上帝真渴慕要甲无安全的人来接触，所以伊直直跟对着伫背的这以色列百姓的后壁，唔甘愿离开因，唔甘离开因，甚至委屈家己，住伫因中间一个布边。无论伊的百姓怎样的这个对落，伊永远是迄个以马内利。甲人伫地的上帝，上帝是无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伊也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所以诗人讲，这个天讲起上帝阳光强创保养伊的手所做，保罗也提起上帝伫大自然界创造，互人认捌伊的伟大。这是上帝普遍性的这个同在。上帝爱人不但知影伊的存在，佮爱人明白伊的旨意伫倒落，所以上帝就借着一项物件，或者是伊所竞选的某一个人，来显明伊这个特殊性的这个同在，目的就是要传达上帝伊的旨意。就是上帝伊是神，甲人有缘有这个距离吼。上帝伊毋捌亲身感受过人的这个夭饿、喙焦、破病的痛苦。上帝伊嘛毋捌体会到人这个伤心流血的这个滋味。所以主要所基督道成肉身，亲身将这受造物，甲人相款，甚至用到真凄惨的方式，亲身经历到肉体这个痛苦。咱通讲吼，主要所是为着要甲人同在。来死的，最后所讲是完全了人这个愿望，就是人体会到会当得到的上帝实际这个同在。上帝捌真做人的款式，互人伫这物质的世界经历到伊的同在，总是呢
不过是短短33年的时间尔尔，主耶稣基督就离开这个世间了。所以人就继续搁咧追找，迄个看会到、摸会到、听会到这个上帝。伫这个菲律宾有一间教会吼，用这个乌心木去雕刻一个主耶稣基督全身的这个像。有真正人用规地、用白几来里路，要排队要去浸耶稣的骹。第四到这个主耶稣的骹就渐渐经歪去，摸到歪去啊！所以教会当局就将这个雕像给它放到较悬咧，佮用这个玻璃给它盖起来。简单，这个骹枕头无给它盖。一般菲律宾人拢真矮吼，所以虔诚的信徒都爱用跳起来，才摸会到主耶稣的这个骹枕头啊。所以今仔日，所以说你若有机会去间教会，特别是伫这个圣诞节的时阵，你有看到一群矮矮的人排真长的这个队伍，到主耶稣的像的面前，敢若亲像这个拿球的选手，要将这个球投入去拿内底的时，跳真远来帮主耶稣的骹枕头。咱的主耶稣基督对遐个怀疑学生讲：我去是对你有利益的。咱的主耶稣基督以英文要修饰这个圣神，甲保惠师甲学生永远伫地。圣神降临点伫咱的中间，就是以马内利的上帝甲咱同在。圣神就是你我信仰生活中的这个分条甲火条，要带咱经过旷野来进入这个迦南地。所以今仔日透过圣神，上帝有缘多正肉身，甲信徒同在。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唔单单是一个新日尔尔，也是上帝要甲世界人好好，佮永远同在一个开始。所以十字架就是一个桥梁，踩伫上帝甲世界人的中间，互人透过十字架这个拯救，加做上帝的儿子，享受到上帝同在这个喜乐，佮有上帝的神踮伫咱的心内，做人随时的帮助。这个就是以马内利的这个落实。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唔是咧传伫马祖内面的主耶稣，保罗所传的乃是咧传顶十字架的这个主耶稣。主耶稣出世伫伯利恒，这里是历史的事实。总是更较要紧的，就是耶稣基督诞生伫你我的这心内，互咱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通得到永远，甲上帝永远的这个同在福分。以马内利的上帝，唔单单是只有伫教会内面拄会到，也是活伫现实生活这个艰难中。所以无论你到什么所在，你无论去拄到什么款的代志，拢通对咱内面迄个以马内利的上帝来呼求、来祈祷。上帝要互每一项苦难变做伊化中的这个祝福。所以上帝的同在有一个真特殊、恁特别的恩典。倒位有苦难，倒位就要有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特别是显明伫苦难中的人，多将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一开始就甲加该在的人做伙。所以伫这福音书记载，耶稣不时甲遐个送养人、看病的人、互人看袂起的人所包围着。伫旧约圣经内面记载，伫苦难中的人，特别是有上帝特别的同在。咱来看。但以理三个朋友，互人迄伫这个真小的火炉内底，上帝的囝甲因三个人同在伫这个火炉内底。约瑟受卖甲埃及做奴隶，主耶和华甲伊同在，互约瑟无论做什么代志拢真顺利。大卫王伫闪避错落的对杀的时阵，伊就写出诗篇23篇。你看第四节安怎讲？我虽然行过四面山谷，也唔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腿
你的管安慰我。圣经所描写的上帝，有时阵会比起来呢，毋过有时阵会出现。了嘛，所罗门王的时代，上帝真阳光降临伫这个圣殿，但是伫这个希西家王的时代，上帝是恬恬无讲话。伫约拿的时代，就是敢若亲像腊狗在追入先知呢。但上帝同在是一种稳定，主权在于上帝。上帝照伊家己的旨意伫启示，上帝照伊家己的旨意伫温默，照伊家己的旨意任凭人来藐视伊。所以事实上，现代生活的这个形态，真容易互人疏忽上帝的同在。人规日在无闲，人规日咧爬手机、买物件、看电视、上网等等，有真侪分心的这个代志。煞袂记上帝的存在，有时阵咱规日拢无感受到上帝同在呢。特别是出外咧办代志，啊，是讲去旅行，就打乱掉咱平常时的生活习惯。到暗时要困的时阵，少年仔想讲，除了食饭以前，安尼简单的感谢以外，人会通规日拢无去想到上帝啊。看起来敢若亲像主管20人的手嘛。毋过圣经安怎甲咱讲？圣经讲上帝随在人，要安怎来对待伊？事实上，上帝上个艰苦心的，上帝上受气的就是人对伊的冷淡，根本不在乎他。所以圣经无教示咱有啥物款的撇步，通保留有上帝的同在，保证有上帝的同在，因为主权在伫上帝的手。咱所以通做的就是。用合宜的方式来亲近伊，比如讲，找一个时间，咱家己一个人安静伫上帝面前，安静听候主。所以圣诞节表明是上帝主动要来挽回咱，要来恢复过去爱电王所失落的这个关系。几千年来，伊的心意拢总无改变，伊一直要想甲人来斗阵、来同在，伊比咱所想象。我较毋茫要踮伫人的中间，请咱毋通袂记哩。上帝伊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是毋茫要甲人伫地的上帝。所以当大家若伫即个圣诞节听到即个请来以马内利这首诗歌的时，就当体会到，这里是一个受苦楚、受逼迫的信徒，因听候400年的这以后的这个呼求。因虽然伫这个苦难中，用去带着这个愿望，因为先知有言讲，以马内利的王特别降临，伊会带来这真正的平安。但如今，这个有言已经实现了，所以只要咱愿意，互伊来做咱的王，愿意互伊做咱的主，上帝就会永远甲咱同在。咱就欢迎以马内利的主来降临。到底伊的同在来进入这个混乱的这个世界，政治拢总是暂时性的尔定，无都带来永远的改变。这个强权也是自私的，无都永远的存在。过去安怎样，现在嘛安怎样，将来也是一定要安怎样的。所以独只有以马内利的上帝，才会当将这个最歹的时代变成最好的时代。将这个愚妄的时代变作有智慧的时代，将怀疑的时代变作信仰的时代，将黑暗的季节变作光明的季节，将互人绝望的这个冬天变作有充满希望的这个春天。互咱做来行入这个天堂吧，因为以马内利的上帝已经来了，愿恁伫这个季节拢会通。感受到主要所基督的同在，甲伊所守住的这个真正的平安。阿们。这条要来吟回应诗歌《以马内利》。
这条才咱当心阿老三家的祈祷吼。主来阿爸悲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大家是愿对马太福音第1章18节到23节里面，互阮做来思想，请来以马内利这个主题。但是这个圣诞节表明，是上帝主动要来挽回咱，要来恢复伫这个爱甸人所失落这个关系。但几千年来，因为上帝生命拢总无改变，上帝一直要甲人来同在。上帝比咱所想象的更加远望，
要点伫人的中间，所以咱人袂记哩。上帝伊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是五万甲人伫咧这个上帝。所以当咱大家伫这个圣诞节听到这个请来以马内利这首诗歌的时，咱就通体会到，这是一个原本一个受苦楚、受逼迫的信徒，因听候400多年来以后才会呼救。因所伫这个苦难中，有人带着5万，因为因知影先知有言的是以马内利的王特别降临，伊会带来这个真正的平安。互亲爱阿爸爸上帝，现在我犹原要继续为着美国、为着台湾来祈祷，恳求天父上帝来祝福美国，这回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伫无久的将来，会当选出一个合上帝心意的总统来，互美国甲台湾拢会通过着平平安安的日子。愿同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同这点，老师要甲恁祝祷吼。愿天父上帝做来甲怜悯，最后所记录稳定，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孩子姊妹同在，伫到见主的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们。各位乡亲，各位时代，各位亲爱父老兄弟姊妹，咱今日这个网络的礼拜，伫这个时候就要过一段路，咱期待在后日过一摆伫空中相甲的见面，愿天父上帝来祝福互恁合家平安，再会，拜拜。